各位市民請注意，黑色暴雨警告現正生效。泳衣女鬥走光路運現仍停不了。颱風夜蒲試鏡，尋日登陸九龍塘，為本港帶嚟大量暴雨。受到暴雨影響嘅觀眾記得攞定紙巾先好睇落去啊！哇，好大片雨雲啊！唔係，係兩片啊！你到而家都仲走緊波？係咩？係。好 check 啊，因為佢大得滯，所以成。佢36F，呢年頭。泳衣咧？泳衣係34。放心，有人陪你啊！召喚現形戰士。保衛票房嘅任務咧就交俾你哋啦，不過等你哋試鏡成功先講啦。